大家好，最緊要靚聲，我係 Dave。Powerhouse 嘅最新一代音響旗艦級保險絲 Zero 3即將面世。要了解一下 Zero 3嘅製作，我就由 Powerhouse 嘅舊作中開始講起。我大約10年前開始接觸 Powerhouse 嘅 Fuse， 當時第一款接觸嘅呢係 IP3 嘅白金 Platinum。IP3 有3款嘅，3款之中呢 Platinum 同埋 Rhodium 嘅音色呢係較為清冷。如果講音色，我自己呢就較為鍾意 Palladium 嘅音色，係較為甜暖、舒服、溫柔啲嘅。但係 Palladium 呢嘅結像呢係較為鬆，就唔夠 Platinum 啊、Rhodium 啊咁光輝璀璨。Platinum 嘅 Hi-Fi 效果呢係我最鍾意嘅，但係講音色嘅味呢，我最鍾意 Palladium。當時嘅 IP3 呢係仲未加料嘅，即係管身裏邊呢並無礦物粉。IP3 之後呢，廠方就推出咗 Alpha 系列呢有3款。Alpha 呢就開始加料啦，即係管身裏邊呢加入咗礦物粉。10000嘅礦物粉呢係最幼，2000嘅礦物粉呢係最粗粒，8000呢礦物粉呢就係兩者之間，聲音呢亦都係兩者之間落墨。Alpha 系列跟 IP3 系列嘅唔同嘅地方呢，仲有線芯。之前嘅線芯呢就有銀銅合金，而家都係銀銅合金，不過係提升咗效果。而呢隻 Premium 嘅銀銅合金呢，係之後一路沿用。而家最新推出嘅 Zero 3亦都係用呢隻線芯。喺聲音方面 ，IP3 呢係較為清淡嘅，尤其是 Platinum 用一兩支呢係非常之省鏡、非常之突出嘅。但係如果用得多呢，就會逐漸發覺聲音整體嘅聲音呢係較為清冷，唔夠親切。而 Alpha 唔同喎，用多幾支呢都冇問題嘅喎，因為 Alpha 呢嘅音色呢較為暖嘅。咁甜暖啲嘅音色呢，除咗來自管身內嘅礦物粉之外呢，仲有頭尾 cap 嘅石。據講 Alpha 所用嘅石呢，係用咗一種較為甜暖少少嘅石，相比於之前嘅 IP3。Alpha 之後呢，廠方就推出 Zero 呢係加足料嘅，係將 Alpha 嘅3種粉18000、2000全部擺晒落去。而 Zero 呢所用嘅載體呢，亦都唔同喎，係有所改良，令到聲音更加好。究竟咩係載體呢？載體係一啲物料，就先將礦物粉黐住，然後擺喺 Fuse 管裏邊。Alpha 嗰陣時呢，所用嘅載體呢係一啲鐵粒，即係將啲鐵粒將礦物粉黐住，然後先至放喺 Fuse 管裏邊。去到 Zero， 載體改變咗，改用咗碳纖粒。呢啲載體只係用咗2代 ，Alpha 同埋 Zero。Zero 2呢已經唔再用載體啦。接住落嚟呢，就係 Zero 2嘅面世。Zero 2跟 Zero 有咩分別呢？除咗用咗 Zero 嘅3種粉之外呢，仲加多一種礦物粉，就係315。315嘅微粒呢，比起2000呢就更加粗，就加強咗低音嘅威力。所以兩者相比呢， Zero 2嘅低音呢係比 Zero 呢就更加沉重啊，有力少少。而製作上呢，仲有一個分別，就係呢 Zero 2呢已經係冇用載體，即係將4種粉末直接倒入個 Fuse 裏邊。之前呢 Zero 啊同埋 Alpha 呢都係有載體嘅。接住落嚟嘅 Extreme 呢，製作上就係用咗3種粉，依然係呢3種，但係呢就冇用到315礦物粉，取而代之呢係一種磁粉。我覺得兩者相比呢，我覺得 Extreme 嘅低音呢就更加犀利，震撼性更加強，潛得更加低。但係兩者相比呢，我都係依然覺得呢 Zero 2呢清晰度呢係較為高少少。
今期主角3號仔嘅用料咧，就同2號同埋 Extreme 都唔同喎。2號同 Extreme 咧，分別係用4種物料嘅裏邊，3號咧係只係用3種物料，係用咗 Alpha 嘅12800毛，佢裏邊嘅315都冇，佢嘅磁粉都冇。第3種物料咧，據 AudioLink 講咧，係一種全新嘅物料，佢哋簡稱為球 1mm。呢種1mm 嘅物料咧，個微粒咧係較為粗嘅，係大大咁增強咗低音嘅威力。佢1mm嘅粗度咧係比起2000同埋 Zero Two 裏邊嘅315咧係更加粗嘅。Zero Three 除咗靚聲之外咧，亦非常好玩。頭尾用咗唔同嘅 cap， 兩邊擺位有2種唔同嘅聲音效果。喺用石方面，我之前講過啦 ，Alpha 所用嘅石咧係比起之前 IP3咧係有所提升嘅。而呢種 Alpha 所用嘅石咧，一路落去都有用。Zero Three 身上咧都有使用，但係 Zero Three 唔同嘅地方咧係加入咗另一種石，即係用咗2種石嚟做嘅。2種石咧係可以結合出咧更加好嘅效果。Zero Three 嘅聲音咧就非常之令我震驚啊！如果我假設我咁樣比喻啊，我比喻 Zero 比起 Alpha 系列嘅進步咧係10%，咁 Zero Two 比起 Zero 咧嘅進步咧亦都有10%，但係 Zero Three 比起 Extreme 2號仔嘅進步咧，我覺得起碼有20%，係非常之正嘅。拍片嘅時候係2025年3月，AudioLink 話 Zero Three 有望喺5月左右面世，咁到時我先至同大家講下佢嘅聲音啦。好，今次嘅分享到此為止，再見。